Platinum 白金鮮肉濕糧，一盒白金375克鮮肉濕糧嘅營養價值等於一罐800克重嘅一般罐頭濕糧。點解嘅？我哋嘅狗糧只用新鮮嘅優質天然食材，最重要就係用大量嘅新鮮肉同魚。呢個特別配方可以滿足狗狗嘅營養需求。將所有食材壓碎之後，唔加水稀釋，再放入包裝盒密封。利落特別嘅包裝，令我哋可以用更溫和嘅蒸煮方法，咁就可以保留食物嘅重要營養成分同埋鮮味。相反，一般罐頭一定要加熱更長嘅時間。當中間剛剛煮熟嘅時候，其實食物大部分已經會被過度煮熟。我哋嘅包裝盒係由67%紙盒做㗎，所以有2/3係可再生資源，環保又衛生。訂購好簡單，仲有送貨服務。新鮮嘅鮮肉濕糧，眨下眼就可以出現喺狗狗嘅飯碗度啦。狗狗好開心，因為日日食白金。